苍人破山，一日流火，水浪漂白，随风渺茫。望地天空，倒面沙落脚，推北上南，也跳一日流火。云彩云命，四行四点，云彩云命。会跌会忘，跳牌啊把千军老枪交出，已经的历49年南港看戏，多见一家也写歌有北本书顺的34世台，南剧演剧舞，汉西三字体，南蛮将兵转移。竹南的风家天灵开呀向无停，多见人地有年天数，团亮的比利时神父呀唔伫来耶，较现运命，落天也送，较现运命，紧放紧吃。不点清明玉露深金光，免随木子夜抢做皮准希望，阿婆嘅世界红火也有烦恼，失恋本门也会嘛安尼过，同管的拄同过民国做幽默，一身口木色拉紧来紧倒，年年挂子今年嘅명节莫梦前达本顺新年，随送归家乡。下个运命有味无难，下个运命有味无惊，天做家己一条路，天做红土恶水浮。
好，谢谢，是蒙太嘎哈。来，也不你咋？哎，来，来，哎，怎么你啊？来，来，哎呦，来哟，来，错，老鼠子都闲闲嘅把顶天来食法。哦，老鼠子闲嘅把顶天来食法。因为无强用嘅数字，伫强用嘅天内方，开出无强用嘅法律。错的老鼠子都狠狠地把在天内审判，错老鼠子都狠狠地把在天内审判。因为无强用的数字，伫强用的土地方开出无强用的法律。手枪沿着强用，台北人生地不熟，连路都怎么走都不会。你就摸索这个书怎么处理啊？怎么去认识街道？怎么应对客人？我们是客家人出身的，就是很打拼。老实讲，小时候是穷怕了，真的是穷怕了。书店正在往上冲的时候，我们一家子4口，天天就是这样生活在这个店。我们这个店虽然这么小，我们也是生活在这个店里面，吃喝拉撒都在这里。去年失业的时候，一直持续工作嘛，膝下截肢，辛苦了一辈子，都到下场这样子。你说一个年轻人，一个客家人的精神，你会啥事？客家人一个傻进来，老实讲，你像问我儿子说，你愿不愿意像我以前这样做？他绝对不愿意。时代不一样了，所以要改变一个人。小學翻飽，食唔驚，酸草粗鹽，番薯簽，高工畢業能18，致富盲問送伯伯。10年工廠生主幹，一朝北上有公幹，對頭開始總數點，重新學過做頭家。這觀音山下沿路，不見插好到邊點，無
世界月以上，表面高假饮食饭。烧香拜将，菩萨有乞汤，全数天数故。几十年来点西枪，数点天伦，天佛帮。数点人合，来来去去。时间随影。依稀无归，人生歌唱，落落去去，当作迷失，强一家己，免出背面，送万本书皮，尘灰落地。50年过去，3年3代不借，年家记忆，细细思念，属几家庭。QQ 空间，微量推念。免出背面，送万本书皮，尘灰落地，50年过去。开店无准摆，是做工做30年，原来一生全通枪，打退一退又一退，推论全家的未来，眼睛起又起来，吹向幸福的方向，有退一退又一退。推论全家的未来，眼睛拼去又拼来，飘向希望的方向。有退一退又一退，推论全家的未来，眼睛拼去又拼来，飘向希望的方向。谢谢节目。
我又来嘞。我想对很多第一次参与客语演唱会的朋友来说，你们是不是已经颠覆了你心中客家音乐的形象？是不是？沈蒙太嘎，哎，有拍手的就不是客家人，是不是？好，因为我吃的东东啊，家的 Nova 看到东东泰国泰籍说巴阿姨哈，沈蒙掉，我想，我们这样子演唱会也可以比拟外面很多流行音乐演唱会，超唔超？客家歌哦，有懂精彩的歌谣，客家歌有很多很精彩的歌谣。我想今天我很多的朋友来，谢谢你们，你们都不有些不是客家人，但是你们的哎呀，只有我有灯牌，真不好意思。好，那客家歌在大家印象中可能不是客家本色。就会什么安江，其实我们今天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客家歌，对不对？但是传统的客家歌，传统的歌谣，有一首歌当后堂，都头发快，头发快那首歌曲吼，弹起来，唱起来，它是非常大众的一首客家歌。给弹起来就像是起拔安呢，甜甜、软软，像吃麻糬一样，又甜，然后软软的、Q Q 的，然后感觉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下来，唱两首歌曲，有唱到 ICRT 广播电台客家风情节目的客语欣赏，还有讲课广播电台、讲客广播电台主持人，当然啦。我细时节做过几唱歌的，还有接啲客家天师台看到佢下来，用下来唱两首歌曲，我们把这个传统歌谣改变一下，让你听听看客家歌的传统歌谣，颠覆你的印象。让我们掌声欢迎彭业纯老师。大家好。我是不是要转换很多身份啊？大家好。打拍子哦！头发开来，菊花哪里望？阿哥相妹身上两三行，你想来暧昧眼用哪里睁？你想来暧昧胸啊哪里藏？每张每三上暧昧救命哪里风啊得哟！掌声欢迎彭业纯。后堂哇，好，会唱琼哈唱好吗？还有各位朋友，后面的朋友，我们有歌词。我从大家琼哈唱哦。头发开来，菊花哪里望？落梅嘅身上有嘅两三行，被玉树冻得艳阳真，落梅眼神就是上牙床，每张每两日上好就是救命风啊得哟。看到安东尼有反应吗？有啊，我睇下來可能肉邊係會見中哦。不要緊張，有他們在，不要找我。心肝阿妹，愛呀用啊我。記得嘅羅妹要嘅好東西，愛心意就要三件寶。阿哥係愛羅妹加本愛，我真愛兩人交情唔好本人啲呀，這樣。
瑞春老师，谢谢。哎，那哈嘎就都得进入 ICRT 了。你看看我们客家是多么的国际化。接下来就是我的表演了。谢谢。我当欢喜，我做的拢按到当好的欣赏，还有当有故事的故事的前辈哈，跟他来合作。今天有很多的好朋友来，这是我第一次在专辑里发表我的母语。我喺龙潭咩客家人。接下来这首歌是我离家很多年了。有一天我回到家，我突然发现我的邻居，都不见了，我们家的路也变了，房子也不在了。我就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离家的感觉。高嘎俩在发现啊破高矮，就是串门子的意思。接下来我要唱这首歌。我听到手机的声音是不能讲话的，然后不好意思，既然要玩手机，我想要拜托大家一件事，好吗？就是把你的手机拿起来，我们点开灯，我们照亮自己心中的那条路。谢谢你，我已经看到第一盏灯了。你们现在把手机的灯拿起来，我来创亮出歌曲，希望你们找到心中的孩子之外，也找到通往你心里回家的路，俩首歌曲很多歌嘎什么你，谢谢。从不故意黑里我，行过天橋就看見一條路。來來去去嘅腳印，頭上亦浮浮鐵土。將我嘅路彎彎，像一當年離家嘅一家，熟悉嘅熟白愛。就變成三分嘅隔壁鄰舍，個家講天南地北冇講過嘅話，個家倆只能看相片一家門一家，個家老頭擺嘅一家。突然轉起過去嘅路行，從不過意黑裡路，行過天橋就看見一條路，來來去去嘅腳印，頭上也浮浮。嘅一家，熟悉嘅熟白，就變成三分嘅隔壁鄰舍。個家講天南地北冇講過嘅話，個家倆只能看相片一家門一家，個家老頭擺嘅一家，講法個家，突然轉起過去嘅無家。一路行過風雨，一生把的命運丟丟踏踏，酸甜苦鹹，人生嘅旅程就像個家。
忆当年你家嘅一家，来来去去嘅脚印，踏碎嘅火花。地图。谢谢。谢谢。第2位唱这个唱自己母语的歌是不一样的感动哈。我刚来的时候，其实上台的时候有点紧张，因为这一次有很多要呈现给大家的。我刚刚是有看到陈明章老师，陈老师在吗？老师在吗？老师好。我刚刚是不是看到陈明章老师？是我偶像哎，老师好。啊，看到看到啲美丽的哈，然后朋友夹爸爸很多北原山嘛，今天客家庄人呢。一凡在哪里？一凡。哦，然后支持哈嘎哈，好，还有很多的贵宾，也许我没有看到你，但是我都谢谢你。我也要谢谢今天可能不是客家的朋友，特地来看这场演出。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刚刚讲的嘛，有东都世界太嘎唱，大家对客家的印象都是同山过台湾，莫半点钱，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就因为这些歌可以让你更记住客家，所以我接下来要说一个故事。然后一边唱歌给大家听，但是在唱之前，我希望大家跟我唱。这次的专辑这首歌，我希望你们跟我唱，好不好？很简单，如果没有歌词的话，那边有，然后不会就拉，好不好？譬如说，这首歌我是为陈荣浩大哥，我去你书店让我想起了这首歌，他的副歌是这样唱的：爱读书嘅人，没会讲故事嘅人，可以吗？好，跟我唱一次，预备起。爱读书嘅人，没会讲故事嘅人，就这么简单，给自己掌声鼓励。那个我的朋友们，你们不会的话就啦啦啦啦啦啦啦，好不好？啦啦啦啦啦啦啦 ，OK。我们如果大家唱不好，我们就唱到12点，不要走哈。列首歌曲很多，同山歌台湾，谢谢。同山过台湾，无半点钱。同山过台湾，爱的爱味。廿多年，有一首歌诶，一直按用床垫，从金丝亭到温柔亭，从头摆到亚丁，同山的那位，你爱去那位的。1967年，在定叫港凤嘅下注，那首。佢哋嘅是每有到拜，也愛無限之差，味道成分大了。我兄弟，我做得很耐味啊！我哋下唱本嘅堂好冇？愛讀書嘅人，未係會講故事嘅人。搭團故事就是平凡生命嘅演出。愛讀書嘅人，未係會講故事嘅人，打敗嘅演出就是純潔嘅人生。好聽冇？有簡單冇？我希望咱擺條書歌腔到上起來的時間，要做得腔下唱，好冇？等一下我會 cue 你們唱哦，我看哪一邊比較大聲。我没有糖果给你。顺着楼台行下去，有一种记忆中的迷思，我爱想起头摆下课的时间，这书店昂来昂去啊。不过，这条长春的杨家，你还唔是厉害毕业呀？
酸酸啊，你还年纪，唉，当中看到声音的默契，身边的人来来又去去，你生命中行出又行业，长地俩的人爱出地俩位，我唱歌嘛，爱读书的人，要爱讲故事的人。段故事就是平凡生命的演出，爱读书的人，要爱讲故事的人，逐摆的演出就是纯洁的人生。阮就唱咯，准备好嘛？来咯哈，向下唱，一起唱。爱读书，要讲故事的人。段故事就是平凡生命的演出，再次，要爱讲故事的人，逐摆的演出就是纯洁的人生。用拉的好不好？预备起，还没，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逐段故事就是平凡生命的演出，欢迎你们啦！逐摆的演出就是纯洁的人生。最后一次好不好？大声一点哦，因为我上来可以看到大家了，一起唱。爱。逐个演出就是平凡生命的演出，最后一次。要爱讲故事的人，逐摆的演出就是纯洁的人生。给自己掌声鼓励。同山过台湾。山过台湾，同山过台湾，唱给跳歌的，一直安用传唱。送我太嘎，我觉得你们都好棒，你们真的让我太感动，而且这歌是写的太简单，是不是？有啦，你们都有唱，让我很感动。文太嘎讲，谢谢你们，刚刚你们的灯也指引了我往心里回家的路，也谢谢你们，给自己掌声鼓励，谢谢。好。演出到现在，我们的歌单也差不多了。讲到差不多，你们要看一个演唱会都知道，讲差不多的时候，就是有2个字要出现，还没，不要急，你属猴是不是？不要急，还没，我好害怕，看到黑影就开枪，等下后面老师都走了怎么办？我后面大概还有35首歌要唱，开玩笑的。好，那个等一下宽燕冲飞出来呢 ，uncle， 可是客家演唱会。uncle 是什么？每次在台上都开玩笑说叔叔的客语怎么讲？阿寿。所以等一下你们说阿寿，不好意思，我太闹了。刚经纪人说你要文青，哦，对不起，怎么吐到我啊？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今天很辛苦的乐手老师，我非常开心也很荣幸，永兴龙泰嘎合作，让我们掌声介绍。静谧时光，静谧时光用这次音乐会的创作总监黄培玉老师朋友欣赏，团长也是我们的吉他手。接下来欢迎的是浩克乐队团员钟成达大哥，对他们要最大声。我们欢迎古典乐家孔仁兴老师，谢谢老师。接下来分享的琵琶能手梁嘉宁老师，紧接着。这些都是我们静谧时光的团员，但是为了大家 ，Video 太极嘎，我们还有 bonus， 有我们的客席乐手，掌声欢迎
李志宇老师、曾渊明老师，再次掌声，谢谢新民时光。还没啊？老师很急哈，不是这样。哎，我拢讲各位阿姨哈，嘿讲你上讲那种客家话，他比较扎实一点。大家还有阿叔，其实他们都是客家人，你知道吗？再给他们掌声鼓励好不好？他们好厉害。我都觉得你们看了一场什么演出？我以前去看那个百老汇的演出的时候，在台湾，譬如说《吉屋出租》啦，或者是《芝加哥》，你们就是这样，反正就看字幕有没有？就知道在演什么。你看我们客家多厉害，再给自己掌声鼓励。紧接着，我们就带来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只是这个阶段哈，让我们欢迎黄伟杰。好，大家好哈。那个前面那个整个活动安排非常的精彩紧凑，所以呢我就都没有讲话哈，只有是蒙太嘎这样子哈。那现在也到了最后的尾声了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叫做《就来跳舞》哈，就是来跳舞吧。好，所以呢，等一下会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有节奏感的一个曲风。好，也邀请大家哈。你的身体可以动一动，你的心里面可以很澎湃哦，可以一起有着这个韵律这样子哦。那等一下呢，会在副歌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来跳舞这4个字哈，可以邀请大家等一下可以一起唱，需要练习一下吗？好，来练习一下哈。等一下怎么唱呢？哈，副歌是这样。你上就来跳舞，用出自家的舞谱，就来跳舞，那比黑江和黑土。好，还有一招，就来跳舞，因彩爱春脚有耶稣，就来跳舞，有一点落度而有笑容。好，我们副歌会唱4次，就来跳舞，就来跳舞，好，到时候等下大家一起唱，好不好？好，那就跟大家带来这首，好。破条摆，加南风，加出塞牙，毛西走。有时带顺，错复杂，一路听听，怎么加？阿妹东人加神秘，天伦阿爸讲天地，打坐开单卖菜，吩咐中来天土人。118梦想别拼出一家嘅人生，工厂超商去下命，你做也做好经验。34个通路工接下家娘嘅书店，讲法桥下双重土子古店来剧事业。来哦，1、2、3，是来跳舞，人出一家嘅舞谱，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彩爱春脚有耶稣，就来跳舞。留彼日落度愛要笑容。74個
分点，失望打拼，暂时间。来的春色点风潮，退伍过后渐连走。最后开始两公婆，眼眶两三变技师。生理紧做就紧好，紧来紧干，比梦想。来哦，1、2、3、4，来跳舞，唱出一家的舞谱，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才爱春菊有名书，就来跳舞。太横木子拳拳不动步，再来哦，就来跳舞，弄出一家的舞谱，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才爱春菊有名书。就来跳舞，太横木子拳拳不动步。我们再一次好不好？就来跳舞，弄出一家的舞谱。就来跳舞，搭伊迄江和迄厝。就来跳舞，因才爱春菊有名书。就来跳舞，太横木子全动步。就来跳舞，太横木子全不动步。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谁上的啦？是因为我刚害到你们，是不是？你们阿寿是不是？阿寿来嘞！我跟你讲，那后面老师一直想要听到 uncle， 好不好？再一次预备起。真的有人阿寿老师可以出场，老师，掌声欢迎今天所有的演出者。当然啦，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好不好？今天非常辛苦的，刚刚没有介绍到的，我们要介绍大保你梦团。大保你打帮你这个客语呢，叫做后感好在，就是幸好有你的意思。后感在有你哈，两想想吃人都大保你。如果说如果你的好朋友或者你身边的人在你旁边说哦大帮有你哦，当然啦，这个团名呢就是一个对社会。对每个贵人的感恩，因为谢谢他们，谢谢很多帮助我们客家活动啊、音乐任何一个状态的好朋友跟贵宾们，就好像大帮 you。今天我如果念到贵宾有来，可以站起来挥挥手吗？今天你们的故事都在我们的演出里面。何正广先生，吴德胜先生，啊，谢谢谢谢，不好意思，谢谢谢谢谢谢，掌声鼓励，谢谢。谢谢你们生命的故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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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老师，老师好。
陈龙浩先生、文颂珍，谢谢魏德文先生、戴丽珍小姐。再次掌声，谢谢所有移居台北的客家前辈们，谢谢你们。音乐有你们人生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你们很多的能量。再一次掌声，谢谢他们，也因为有你们，台北才有属于客家的地景纹理。谢谢。当然有这么精彩的音乐，那关于歌跟歌之间的转接，我们要谢谢这位很棒的编导、编剧跟导演，让我郑重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编剧跟导演，来自伦敦、洛杉矶国际电影金奖导演杨汝强杨导演，谢谢导演，谢谢。当然还有一位刚刚一直跟我互动的，偷偷滴滴道地的客家妹，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演员范玉安、范永安。你怎么不忘了我？好歹我们刚刚还有此有情跳嘅托爱漫步文乐情，谢谢范玉安，谢谢。接下来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大鹏影乐团的灵魂人物，也是我很喜欢的创作人刘荣昌，带来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欢迎刘荣昌。上爱几日本人困伫个水内山，莫上爱几日做阵春色个杨夫妇，莫上爱木竹花花攀公草房座，娘家山，娘家山，莫上爱新都有花空顶讲唔出，莫上爱好事好局浪费好青春，上爱彼此有此彩跳迄个路街路。手来去，手来去，离开赤云出后西部，行落西方都沙哈木空气地配有神法嘅温度。剑殿下条家门后转离，中灯路家己爱赶到壁角标灯家伙跳上路，来山铺。欢喜皮到街路顺嘅破条夫，来山铺，转去看到流荡北美南山夫，来山铺，转去杀条北港后北嘅老榕树，来山铺。转去来电求书店嘅落下注。Guitar Peter。上爱新都有花空顶讲唔出，莫上爱好事好局浪费好青春，上爱彼此有此彩跳迄个路街路，手来去，手来去，来山铺，转去流光开山大那做水准，来山铺。转去总灯来拍落出国天本，来山铺。转去几十年前拆脱的火柴炉，来山铺。转去跳摆河把含有人雕，来山铺。
电线银行只家己一条路。谢谢大家，谢谢。容我为您介绍今天演出的歌手，要再次欢迎打帮里乐团，还有静谧时光。紧接着我们要欢迎的是台湾原创流行乐大奖客语组首奖叶玉婷妞婷。紧接着欢迎金鹰奖也是金曲奖入围很多次的最佳民谣单曲奖的黄伟杰 Weekend。我刚刚忘了介绍打棒乐团，今天也有客座哦，他不想要输静谧哦。我们刚刚没有介绍的于少友老师，谢谢老师。紧接着刚刚在唱传统歌曲的时候，是不是很震慑大家呢？欢迎任仁正老师。哇，老师好。紧接着欢迎刚刚跟我一起合作的彭月春、庞月春先生。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当然还有我是徐哲伟。谢谢大家，在这边我们一鞠躬，谢谢大家，好不好？你有话要说，来，东昌。那个是，大家走，不愿意走，你有蛮讲，不要补哦，嘿啊，来做一下运动，好不好？我也觉得哎。来那个，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唢呐手。好，来，黄博玉，黄博玉，我们的唢呐手，对，喝不喝嘛？在哪里？唢呐拿出来。唢呐。那个今天很不容易哈，那个我们来玩一小段。好啊，大家有急着回家吗？想不想要加码一下？要吗？彩排没有，掌声哦。彩排没有，哎，那我是不是要上去，还是我在这里就好？对啊。哦，等一下，我们这样，1、2、3，两只手，嘿，卡去了哦。好，来，1、2、3，好，准备哦。等下开单歌啦吼，好啊，开单歌一路强，下来冲一路啊，过来一路1、2、3，开单歌一路强，下来冲一路露台来一路1、2、3，开单歌一路强，下来冲一路过来一路啊，过来。开单歌一路强，下来冲一路你。好，今天算是打帮你跟金密合作并团嘛？培育，不见了。培育嘞？没关系。他是去上厕所，没关系。还是啊？这边刚刚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基本日今年有东东你梦你讲，刚才你唱的歌曲呢，收录在哪一张合集？就是我们在门口的。漂移这张合集，你今天晚上听到的歌都在那张合集里面，好吗？就这样，谢谢大家。好，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辛苦的，除了创作者之外的乐手老师。首先是我们的唢呐手黄博玉，肖思伟同学，我们的唱片制作人总监黄培育老师，掌声！培育老师。电吉他 Peter 老师，
钟成达，耶，大哥。打帮你的鼓手小猪，小朱老师，耶！准备好，举起你的双手。开胆鼓一度，向下来冲一度，阿哥来一度，1、2、3。开胆鼓一度，向下来冲一度，落台来一度，1、2、3。开胆鼓一度，向下来冲一度，阿哥来一度，小妹来一。开胆鼓一度。